咱先看一张好无？喂，学历无代表讲你有能力。我学历真悬啦，吼，学历真悬，各位知无？吼，哎呀，我是博士，我是什么？我感觉讲你安尼真了不起安尼，但是并无代表你有能力啊。有的人吼，安尼吼受真悬的教育，毋过伊本身呢，你就歹叮当啦。也无要主动，也无要热情，也无要好好为众生贡献。各位，这无代表你有能力了。各位，你对不对？我安尼讲，唔知你有同意无？文凭啊，你文凭并无代表你有文化了。这文凭哦，你什么文凭？我都博士的，我摕到证书，博士的证书就对。文凭并无代表你有文化。文化就是爱有修养啊！你虽然你摕到迄个证书，毋过你讲话无站站，做人无道理，吼啊！怎么甲人伫计较，拢要讲占便宜？你无文化啊！你根本没有文化呀！文凭不代表你有文化呀，无啊，对不对？要骗人啦，讲话要占红顶边啦，哦，安尼拢迄个心歪错。无要遵守规矩，讲话无算话，各位，你无文化你哪呢？你是文凭，但是没有文化，对许大人个不好，对朋友讲话，各位，安尼拢无守信用，在座各位是无文化。啊，物件就食，你看，物件食物件，哎，乌白蛋，这。无生活修养，无修养就是没有文化呀。文化就是文明啊，你要有文明的制度，对不对啊？不是啊，食物件常常拢乌白来做代志吧，啰啰嗦嗦，无文化，没有文化。文凭不代表你有文化呀，文化是爱守规矩呀，爱文明，爱进步，跟这朝代这个朝代也能够东西配合，各位。这才叫做文化嘛！昨天怎么样不重要啊？昨昏的代志，你对唔对？还是讲你有过失？哦，还是你有颠打？还是讲你甲人安尼，互人欺负？各位，昨昏怎样无重要？已经过去啊！已经过去啊！关键就是今仔日你做什么样？咱爱把心放伫遮，我到底我做了什么？你要知道。这才是重要啊，各位对不对？这才是要紧是伫遮呀。所以咱过去的代志，唔免搁讲好歹善甲恶，拢过去。怎么现在？我讲今仔日我做啥？我对得起我家良心，对起佛菩萨，对朋友，我有一个交代。各位，安尼你就真好，好来，感谢咱在座各位要系愿意出功德，平等喜情。强化菩提心，同生安乐果。